今天下午我们有足足4个小时啊的训练啊，其实到后来是欲罢不能，好，真的是欲罢不能，连4个小时居然还不够，好，因为我们邀请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讲师啊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好，那在牧师的这个从小到大，好，这个所认识传福音的这几个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当中啊，好，那我们的廖明发廖长老大概是数1数2啊，好，很少可以看到有人能够像廖长老这样子，为了福音，好，这样努力向前，好，而且打死不退啊，好，那他真的是爱主，好，那而且在他身上有太多讲不完的见证，好，所以我们给他4个小时啊。好，真的是不够好，所以我们邀请他今天晚上好在礼拜当中好继续来分享，好继续来分享。好，那当然有很多人好，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来分享。那像他在大概是7年8年前，我们教会曾经邀请到过他哦。好，这当中一晃就已经7、8年。好，那下一次再能够再邀请到他来哦。如果又是7、8年的话，那时候可能廖长老就70几岁了。好，但是呢，上帝还是很祝福他啊。他现在60几岁啊，身体健朗，声音洪亮，好，而且面带笑容喜乐啊。好，真的是光这些特点就能够感动很多人决志信耶稣。好想时间真的是不够啊。好，所以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廖长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陈牧师，感谢主啊，没有想到我们以前我是跟他爸爸辈的在一起有这个非常好的读经祷告的祭坛传福音，没有想到我们的陈牧师那时候还很小跟我的儿子都是差不多在那个年龄，没有想到他去读神学院又当牧师了感谢主，我们以我们的这个陈牧师为荣来掌声鼓励，谢谢牧师。那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上帝要拣选你，绝对不要推迟，你应该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不好？那不行好不好？上帝要拣选谁不一定我以前也在想说，没有想到上帝也要带领我什么前时间要出来做主工我代职侍奉就好了，说我一面赚钱像保罗一面支帐篷一面传福音，对不对？没有想到在1983年上帝呼召我要我前时间出来，我就去开拓9个教会尤其我们新竹中会的客家庄最多，是我们去开拓的。峨眉峨眉还有呢宝山苗栗的西湖还有造桥头屋都是我们去开拓的。神自己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那今天我们是代表国际读经会，那么来跟各位都是青年人一起来分享。那首先我们读经会我们有一团叫做艺人赞美团，就是一些基督徒的歌星、艺术家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艺术人员，那我们就召集他们一起，最主要借着他神给他的恩赐来传福音我希望能够各行各业都是有宣教士士农工商起来为主传福音，因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在各行各业都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老师就是在学生当中做宣教士带领学生信主，带领老师信主，很棒当老板可以向员工传福音譬如说你有1000个员工，带领1000个员工来信耶稣，头盖好对不对？当公务人员向你的老板、向你的同事传福音我认识一个在叫宜兰有一个秘书她是一个姐妹，很爱主，可是她的老板是监狱的典狱长。那么她呢，把她的老板的那个桌子整理的干干净净、有条有理把他的应该做的都做很好。可是他做完一定把它放一个福音单张，就放在老板的这个桌子上。这个老板看一看，有时候就丢掉了连续换1年，都不同的单张、不同的信息见证，都给他放着。到最后，这个老板一直观察，这个信耶稣的这个秘书不得了，有爱心，里外都一致，很诚实，又很勤劳，真拍拼。
他虽然没有给他表明说信仰那个，可是他在欣赏这个信耶稣的跟别的同事不一样，他呢非常认真他的工作，老板交代他的完全没有打折扣，而且呢尽心竭力。最后有一天已经花了1年多，就放在他的桌子这样单张踏归踏哟。最后他有一次参加一个音乐的见证会，他邀他的典狱长一起来参加，他就说好吧，哇，我看你辛苦了哈，1年多我都知道你有放给我，但是我对你的信仰我在观察你，好，这次我跟你去。结果没有想到那一次去他就决志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哇，他在管监狱千人的呢，有的是刺青的呢，现在后把塞球鬼倒拖呢他要应付这些受刑人，有的给你逃狱那你这个典狱长就没有都不逃了呢。他呢用爱心，所以他就特地在监狱派牧师到监狱去驻监，是第一个宜兰。他典狱长有权力，就请牧师来辅导这些受刑人。没有想到一个一个信耶稣，最后带了36个在监狱里面受刑的人信耶稣。信耶稣以后要受洗怎么办？哇，他竟然做大胆，因为那些受刑人如果有一个逃跑，我糟糕了，那你典狱长就下台了，要到教会受洗呢。那时候监狱才刚几十年前，要监狱很保守的，结果呢，感谢主，他就穿囚衣，但是没有手铐。万一一个跑掉，2个跑掉全部都散掉你怎么去找人呢？真的很冒险30多个从监狱走在宜兰街上，走大概半个小时，走到宜兰国语礼拜堂来受洗，36个。结果呢，他们很自由的、很释放的，在街上唱歌赞美上帝，唱到教会来。36个受洗，受洗完以后又回到监狱，没有一个逃逸。你看信仰的力量那么大，结果这个典狱长他知道，哎呀，这个信耶稣的力量那么大，以前是铁的教义用铁的教义，拱怕行，希望用爱的教义，用上帝的爱，就把他监狱牧师派到宜兰去。结果呢，感谢主，现在宜兰受洗的人山人海，一个一个信耶稣。最后他退伍以后，他就成立了更生团契。阿们。你看看，上帝就给他一面来侍奉上帝，一面做主工。所以要传福音各行各业，连典狱长都可以这样做。当老板可以带员工尾牙，请他们请员工吃饭，来唱诗歌、敬拜、赞美，最后来布道，请人家归主。阿们。好，那今天我就请我们有一位魔伟华老师，他呢第一代信耶稣的，他的姐姐信耶稣被他妈妈赶出去，耶稣养你就好了啦，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很不简单。那么他呢，上帝特别给他有恩赐，他是音乐班的，那么从国小，那么到最后到大学，东吴大学音乐系毕业，就留学到加拿大。哎呀，没有想到他是主修钢琴，又是这个喜欢唱歌的，又是漫画家。你看，钢琴家、歌唱家，又是这个漫画家，有3个恩赐，有3样以上的恩赐叫天才天才，天顶拔落来是上帝特别给他的3样以上。你想想，会作曲、会作词、会弹琴、会唱歌，那3样以上都是叫做天才了。你看看你有没有天才刚刚几位会唱赞美、唱歌也会弹琴，那么也会在领会，也会在做招待，这都是恩赐了。好，那么他信了耶稣以后，是上帝医治他，他弹钢琴弹到这个手肿2倍大，唱歌唱到倒嗓，医生说你没有办法再唱歌了，最后是耶稣医治了他。所以感谢主，
圣灵引导信了主以后，妈妈也是在这样逼迫他，最后上帝也感动他妈妈也来信耶稣，是这么奇妙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竟然在加拿大全加拿大的钢琴比赛哦，他得第1名。来，跟隔壁讲，唔通嫌台湾来。台湾1棒，你看台湾在加拿大得第1名呢，连加拿大都输我们呢，所以我们台湾是不错的啦啊！来说台湾第一，赞嘞啊！所以感谢主，不要小看自己，上帝要用你就是用你。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恩赐，他跟别人不一样，他都是唱圣经，从旧约唱到新约不多了，600节以上。讲西人呢，600几章呢，都是神的话哦。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他也在我们长老会的新眼光这个电视台主持《快乐黄金城》儿童节目，很精彩啊！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本尊到我们教会来啊，来掌声拍手欢迎蒙老师。本尊哦，本尊跟上面的差别很大，对不对？大家猜猜看，那上面那个样子是我几年前的样子？猜一下，5年前、1年前、10年前、20年前、5年前，牧师比较准，1年前。不要相信电视啊，化妆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OK， 戴假发、穿蓬裙、戴隐形眼镜、装可爱，只有神的话是真的。阿们。只有神的话是真的，耶稣的救恩是真的。带来第一首歌，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做礼拜，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就是因为出于他的爱。感谢主。我之所以唱圣经，是因为想背圣经。圣经当中有太多智慧的言语。音乐大一点，谢谢，我听到出来了，好极了。我先唱歌，待会再分享到底怎么样记得这600多节。好，音乐再大一点，谢谢。再来，再大一点，谢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知他的儿子将死，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的咒，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足迹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犯罪的变很广，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是真理的必来救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
盗贼来，无非是要杀害、偷窃、毁坏。然而耶稣来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他要赐给你的未来是你想象不到，你无法计划，因为那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的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我们一起拍手来唱神爱世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要的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要的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要的圣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谢谢你们要奉赞追随主。我小时候永远想不到，我长大竟然可以当漫画家，还能够主持儿童节目。我是因为曾经倒嗓不能说话，然后我的姐姐，我先信主的姐姐，她告诉我说耶稣可以医治我。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认识耶稣，但是耶稣用无尽的爱来帮助我。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些你觉得想保留的，我鼓励你今天全部摆在神的面前。过去我以为我从小学钢琴，我的小学应该是说我小学、中学、大学，我第一志愿是我要当钢琴老师。但是神使我不仅成为钢琴老师，他使我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他使我可以唱歌，他使我成为漫画家，他使我成为儿童节目主持人。我相信将来一定还有很多很奇妙的旅程等着未来要发生。但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已经到这种年纪了，还能像刚刚那样子装姐姐，上帝还有什么不能呢？对不对？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把你一切交给他，不要限制自己，在主里面毫无限制。如果你心里曾经还有一点点害怕，我们用这首歌帮助我们再次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的眼界太小，主，我愿意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因为他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用以赛亚书成为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要从头放哦，谢谢。感谢主。主耶稣，谢谢你，就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们才能够经历那奇妙的生命之旅。谢谢主，谢谢主。当真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阳高过地照亮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在我发他却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我记得当我学习受挫的时候，我以为这一切都完了，但是主总是在那个完全失望的情况中，给我一个全新的方向跟全新的方法。今天祝福各位，每个人都要再次的更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亮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赦免，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原谅孩子的小心。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但是再次恳求你成为我们的刚强。主，谢谢你奇妙的带领，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感谢祷告，阿们，阿们。在约书亚记1章8节这样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背圣经只有一个盼望，希望凡事亨通顺利。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如此我们才能够遵行。我常常在想，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牧师的信息我往往真的觉得很扎心，我也悔改，我也难过。但是可能到了下午引言3点还记得，可能后面就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发现主日崇拜所唱的歌，往往到礼拜5的下午还在帮助我，我还记得那一些感动。因此我就祷告主说，主帮助我，用什么方法都好，有歌更棒，记得一些你的话，好叫那一份感动，那一份引导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每天要遇到的很多各式各样的试探，各样的难处，都需要主的恩典扶持。所以我常常也用接下来这一首诗篇成为我的祷告。它是摩西的祷告，在他晚年120岁的时候，他回想他的一生，他觉得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他求的是什么？每日有主所赏赐的智慧。今天用摩西的祷告作为我最后一首歌，愿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歌。
是的，谢谢，感谢主，你的话极其美好，谢谢主。巴巴拉巴巴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将准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犹如夜间的一景。你是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是人要归回，我们便如飞跃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时欢呼喜乐。我们一起来唱，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犹如夜间的一景。你是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是人要归回，我们便如飞跃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时欢呼喜乐。我7岁的时候失去我的父亲，我很小就知道人生有限，但是知道人生有限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帮助我们很有效率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天都蒙福，每一天都祝福人。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时欢呼喜乐。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一切荣耀归给神。哎啊，好了，好，谢谢啊，莫老师。那个你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几年前信主？感谢主，20年了。20年了。那么天才的哈，不简单。那妈妈本来是不信嘛？对。是因为你信的，把你们的姐妹赶出去。对。那么妈妈最后是怎么样的情形来信耶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父亲在我7岁时候过世，那个时候我们家4个兄弟姐妹都还没有成年，我妈的压力很大，不管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她得了忧郁症，看了很多的医生，拜了很多的偶像都不好。那我的声音是因为信主而变好的，所以我知道主耶稣可以医治他，可以帮助他。但是不管我跟我姐姐2个人怎么跟他讲，给他单张也好，他都撕掉，胡说八道，很生气，把我们赶出去。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在办布道会，那牧师为人祷告，然后我们就邀我妈妈去，我妈妈当然不肯去。我跟我姐姐2个人心里很着急，因为她病了很久，所以呢我们就说你什么神都敢拜，就不敢去拜耶稣。我妈听了很火大，她说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呢就被我们就是激将法把他带来教会了。但是感谢主，那一天神就摸到他，神就医治他，就赦免他。听说他是忧郁症，对，1个礼拜要自杀几次？2次，最糟糕的时候是2次。这样的一个，最后有没有再自杀？没有，感谢主，他后来他的忧郁症就不药而愈。感谢主，对，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的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全人的医生。是。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只要相信他，回转归向他，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笼中，全部他可以帮助你，救你救我脱离苦海，出黑暗入光明。阿门。那么你唱了一共几首的这个圣经啊？其实不太多啦，大概130多首，大约有600多节的经节。600多节。你今天有带这个你的这个唱圣经的 CD 跟它的伴唱带，对不对？对。哇，这个是整套的嘞哈！是整套是里面这个一片是几张？一盒里面是2片，就是一个演唱一个伴奏。那这里是13盒，分别有不同的内容。那我们就按照经卷这样分类，这样子。哇，不简单哈！对。全球只有一个能够唱圣经唱600多节的，找不到第2个人，真的实在是。感谢主。不简单。好，那还有在电视对这个节目主持的快乐黄金城。对，这个是 DVD 嘛？对，这个是 DVD。哇，是很棒很棒。那希望我们呢，多多为莫老师祷告，支持做传福音的事工。今天有带来哈？对，今天都有带来。有特别优待吗？有特别优待，事实上，全套的话优待比较多，全套的话大概6000多块，那我们就是算5000块钱。那一来是我们最近在预备8月份的荧光福音演唱会，桃园没有，新竹，如果你有朋友来的话，整场音乐会就是唱圣经，好，包括呼召爵士全部都是唱圣经，我们不做任何的留名卡，所以人带来。带回去继续跟进。那我们在为这个荧光福音演唱会募款，那因为有一些需要，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优惠。那单片或者是几片都会有优惠，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还有唱圣经的歌本哈？对，这是你自己创作的是吧？对，就是刚刚那一套的 CD 就歌本在这里面，这一本有120首。那都是按照圣经目录的顺序编排，所以还蛮好使用的。很不简单，好，感谢主的恩典。谢谢莫老师，那么多多支持带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好吗？好，感谢主，我们来做祷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感谢你，再次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你吸引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上帝啊，求你给我们造清洁的心，给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脱离一切的伤害，脱离一切的忧郁，脱离一切的复杂。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单纯，
求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洪水泛滥，你乃坐在宝座为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除了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谢谢主，你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只要相信你，回转归向你，你必拯救到底。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主。把晚上的信息仰望你，高摩你的仆人，给讲的听的，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当中。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做信徒的魔幻”，也是可以说做同学的魔幻也可以说做家人的魔幻。今天呢，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我们最重要就是一生有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不是只有嘴巴讲出来，见证就是要活出来，要活出生命的色彩。这才重要。好，我们来请看上帝的话语是李安呀，李安，方向是往这边或这边往那边好。OK， 这个卡等，好来，请这边开一下，好，谢谢你好，我希望我们年轻人大大张口，他大大充满神的话你说我要，他就给你。你说有也好，没有也好，你就不会要，真的上帝的话你说主啊，我需要，他就给你，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要大大张口，他就大大充满。好，来预备，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家人的榜样、同学的榜样。因为这是保罗勉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是年轻人，所以保罗有一点年纪了，他勉励年轻人，他知道年轻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年轻人是痛欠缺是什么。哎呀，很不简单。年轻人最缺乏的是什么？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应该是讲到爱，对不对？可是呢，保罗勉励他的年轻人，不是把爱排第一，言语排第一。他知道年轻人最容易失错的，最容易跌倒的，就是口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信口开河，去公共的免了税金吗？就这样讲出去，结果呢，很容易伤到人。由于你一句话，让人家没困没家；由于你一句话，让人家跳楼自杀；由于一句话伤到人的心，整个亲情都断绝，你知道吗？所以年轻人自己想一想，我说的话，我自己要负责。我说了许多没有营养的话，没有造就人的话，没有鼓励人的话，都是消极批评、论断、埋怨、挑拨离间的话。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在勉励你跟我。所以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永远都是在吃奶的要断奶。那个隔壁讲，等你，要断奶，对，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美的地步。不可永远叫人家小看你，让了，都刚才被讲那年了就是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第一个在什么言语说话当中太重要。有时候爸爸妈妈讲我们几句话，我们就向爸爸妈妈呛声卖啰啰嗦嗦了有时候就这样呛父母亲呢或者是人家同学怎么样，哇，他这个话作毒本来是这样长，经过我以后变成这样长，再传出去变成愈讲愈长。所以讲话要很小心，尤其年轻人讲话要勒住舌头。我们看圣经怎么样对言语的教导是什么。好，请再看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3章10节，一起读，请。因为圣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受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想一想，人若如果要爱生命，愿享受美满幸福的家庭，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想一想，我活到现在，讲多少的恶言啊！而且呢，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说多少诡诈的话！真的，我一想到我，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出生是在拜拜的家庭，在宜宁县北港附近的乡下，以前是人家拜我也拜，啊，杀鸡杀鸭都是我在杀，啊，我爸爸当炉主，杀1000斤的猪公献祭，那么要请村庄的人办流水席，免费来招待他们，就裸住哦，啊，那我妈妈是吃斋的，夹菜。吃多少年？80年，啊！我的阿姨当尼姑，在佛堂里面整天king kong锵哦，king kong锵哦，哎呀，都是黄脸婆。真正是剃头做尼姑呢，男孩子叫和尚，女孩子叫尼姑，因为他比较没有钱，被派去佛堂里面专门挑粪、洗衣服、打杂，没有钱就是要这样做苦工。有钱了，你把1000万拿到那个佛堂里面去啊，你可以躺着睡觉，做少奶奶，拢边歇衫，拢边挑粪。所以我看到我阿姨啊，出家当尼姑，以为是就很清闲哈，结果呢，整天苦瓜脸，可怜啊！因为我看她后悔出家，可是太慢了，头剃下来了，走这一生的道路是往下沉沦的道路。我从小就看着他们到北港妈祖庙3跪9叩，人家拜我也拜，拜什么不知道，拜脆康，只知道拜那一天有鸡有鸭可以吃，就是这样过一天混一天，混了26年，白占土地，浪费青春，我又去了，这是我的家庭背景。但是呢，我一想到我小时候，啊，全班同学。我那个班是50个人哦，大班哦，没有一个骂赢我的。我一出国都是3字经，连他祖宗18代拢给唱出来，每个偌欧偌粗嘞。最后他说好了，输了，投降了，弄啊呢，所以我以为很了不起，其实是起不了啊，是因为这样的这个伤害很多人啊，人家的阿公阿嬷阿祖按那个美掺落去，以为我这个嘴巴太脏太坏，恶到真的不敢再讲。所以我这个言语啊，是一出口都伤人，呛牙牙，弄起刺啊！这是我自己想到，没有说造就的话，都批评、论断、埋怨、弄高修嘎、借刀杀人、放毒啊！稍微听到谣言就把它放下去。其实我讲了，我传给他，让他去讲。不是我讲的，其实我是总经理，是我。所以呢。这里圣经讲到言语，老实讲，好好的想一想，我活到现在，我讲了多少没有营养的话，没有造就人的话，伤父母亲的话，伤我的同学，伤我的亲朋好友，因为一句话，让他就这样绝望，让他就离开家庭，感情就分裂。想一想。好，请再看箴言第10章19节，一起来读预备，请。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起头、开端、起头了。你敬畏耶和华，你就有智慧。智慧用金钱买不到，智慧比聪明更好。智慧有判断力。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最重要啊！智慧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多言多语，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或弄高兴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或真高恭维吼，我跟你讲，一定有失错的。禁止嘴唇，你是有智慧的人；勒住舌头，该讲就讲，不该讲就不该讲，好不好啊？那也不行，好不好？好，请再看啊，第3点。来读快一点，预备，请。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延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水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浪、毁坏，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哎呀，我看到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哇，主啊，赦免我，我讲的最多啊！真这样一样，想一想，我污秽肮脏的话讲的太多太多太多，求主赦免我啊！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团契需要鼓励，需要帮助啊！你今天领会领得很好，哎呀，你们今天敬拜得很好，哇，阿拜他更用心去做。啊，你们领什么会啊？你们这个唱什么歌啊？好像只有我最会啊！就批评论断，伤人家的心。求主带领我们啊！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我希望能够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可是很重要，我们的说话不要让圣灵担忧。来跟我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来。这个留地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给魔鬼有机会。来，不要给魔鬼有机会。很多人就是制造机会给魔鬼啊！愈恶愈大坑，愈恶愈大坑。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要好好在上帝的面前堵住破口。第一个，你的嘴巴，我的嘴巴，都要讲鼓励造就人的话。感谢主，好。一起来读，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的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全身啊！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舌头是白体最小的，但是呢，哎呀，你鬼拢修掉的是对的。所以求主再一次的让他的话藏在我心里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希望我们好好把神的话要记得它。来，预备，请！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咱想看嘛，我一生讲多少闲言细语，遐用啊话无营养的话讲偌济呢？所以圣经说，凡人所说的闲话，你看，当审判的日子哦，句句必要句句供出来。哦，现在这个天上的那个最大的录影机啊，哇，上面都有你所讲的，我所讲的，几年几月几日，拢总做清楚，放给你看。你看，所以求神特别检查我们，要闲话也不讲，没有营养的话也不讲，没有造就人也不讲，给圣灵担忧的也不讲。安尼吼，你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再看下面，来，预备，请。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样是很合宜。那俗语说得好，安尼叫做加速配，很配得来啊。金跟银配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太好了。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说话要得体啊，来让人得到舒服，而且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好，这句话很重要哦，一起来背，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
就是除以那二者，就是魔鬼了。若再多说，就是加油添醋，加油添醋。人家这样，我再给他加进去，灌了去，哇，就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我们在台湾啊，以前我们都去当兵啊，一抽签啊，抽到金门啊，整个村庄都哭啊，因为去的时候要回来，不一定会回来。823炮战以后再来，一抽签抽到离岛，抽到金门了，两只脚都弄起啊，整个村庄都哭啊，因为怎么样，一去不回头。马上就被对方就什么头被砍了，耳朵被刮了，总要死呢不明不白。那时候戒严时期，老实讲，死的都不明不白，偌济人冤枉死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呢，有一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帅哥美女那么刚刚结婚没有多久，哇，抽签抽到金门，得金马奖，糟糕，刚结婚没有几个月就开始呢要去当兵了，所以他太太跟先生两个依依不舍，可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去了。结果就到前线到小金门，各在去也掏钱，大陆就在对面可以看得到当时呢，在前线呢非常小心，都是要子弹都要上膛的随时都有水鬼给你摸你稍微站岗不小心或是怎么样就被摸。我也是到那边去当兵过结果去的时候1年半，哇，才接到他家里寄来的一封信，挂号的，哇，寄给他。他一看首先说恭喜你当爸爸了，哇，把他太太生的孩子哇，又白又漂亮就嫁了给他就说哇，你当爸爸了，哇，整个阿兵哥鬼办了恭喜你当爸爸。其中有一个闲言细语，讲话都是对品康出来那种没有造就人的好话。他一看到那个，他就说哼，这个不是你的孩子，是你太太偷生的。你看你的话没有说你太太跟人家偷生的，不是你的骨肉。哇，这个阿兵哥听到这样说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太太出卖我竟然在台湾另外再去跟别人乱搞，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就作业就是假的出去，太太对我不忠不真，好，为什么这样？那个人阿兵哥随便讲信口开河这不是恁囝，这是别人的囝，这你跟太太跟人偷生，哇，你这个话了，这个人他就在站岗的时候一直想，我太太出卖我，这个不是我的儿子，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本来这个枪是要打共匪的，最后他自己就在前线里面就自杀，砰，细的刷，哇，这个消息到最后一揭露出来，哇，这个连上面的长官都动员跟丢了。什么事情是被对方打的吗？不是，自杀。这个消息传到台湾了，整个家族所有的太太，人家太太跟所有家亲人靠当爸爸，而且已经把这个相片都寄给你，你要欢喜快乐。查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嘴巴讲那些不应该讲的闲言细语，讲的挑拨离间，你这偷生安尼俩这句话就好让人死。所以那个人的死，就是因为我的讲的这样的话，让人家去死。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青少年，讲话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哎呀，青菜公共的随便讲人家以为是真的，魔鬼就在里面搅扰嘛。所以希望我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在教会团契，在我们整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今天的口，圣经说你们的口、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加有添醋，就是撒旦魔鬼来的。阿们，阿们。今天谁当会长，我们要支持他；今天谁当我们的组长，支持他。陈牧师带领我们支持他，为他祷告，不可在下面
批评、论断、收长道短，讲没有营养的话，讲挑拨离间的话，魔鬼最高兴，给你内乱了。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嘴巴要说感谢的话、积极的话、造就的话、赞美的话，好不好？好。好，请再看第二点。所以年轻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言语，所以保罗把言语放在第一个，他不是把爱放在第一个。年轻人最容易犯的就是嘴，就是言语啊，第二个才是行为啊。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啊，外面一套，里面一套，假冒为善。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假面具拿掉，看圣经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哇，我们的行为啊，一举一动，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咱信主的，跟不信主的要完全不一样啊！以前没有信主，信口开河，同流合污。啊，人家做我也做，人家考试作弊我也作弊啊，人家这样拿不应该拿的我也这样，不可以再同流合污。信了耶稣以后，同流不合污，分别为圣。来，大家说分别为圣，明光照耀，里外一致，不要成为假冒为善。从行为可以观察出来，一个人的行为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多少人，你知道吗？好，那么求神特别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好，你们再看，一起来读，请你们在外邦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外邦人在看你们基督徒，在看什么？你的行为，你讲的跟做的有没有一致？不是我嘴巴讲的很好听，没有行出来。你看到我们电视的媒体，很多政治家讲的啊，我要开什么支票，一大堆，有没有做？骗人！这样，在上帝的眼光来讲，假冒为善。我们今天无论在哪里，在学校、在工作的职场，你讲了就算话，要承担，要负责。如果我做不到，不要讲。你的行为要跟你讲的要速配，要一致，好不好？好不好？太重要了啊！关于这个行为，我永远没有办法去磨灭掉的。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位非常爱主的长老，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去留学，他得医生，到最后拿到博士。不简单哦，回台湾台大聘他当教授，又当医生主任医师，人气很好啊。他的最专门的科就是青光眼，有青光眼，他一动刀马上好，海内外的人都跑来给他医。他是宜兰人啊，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同胞从宜兰要翻山越岭，高弯18万，哎呀，到了台北来回要1天，他就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因为他们都没有信主，都是拜偶像的，啊，而且很多的人都瞎眼，所以他就在上帝的面前说：如果我能够回到我的家乡，来服务我的乡民，这样他们不必来回跑1天，所以他就向台大辞掉。他就回他的家乡，开一个眼科诊所，那么他的同胞就可以1天可能半天就可以来回来给他看了。他是一个雪中送炭，他不是锦上添花，非常的行为正直，走出来就是看到基督荣耀的见证，这样的一个人。里外都一致，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寡妇啊，带一个儿子来，非常危险，眼睛快要瞎掉，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医生呢一检查，哎呀，青光眼，要赶快开刀，
不开刀啊，这个孩子马上两个眼睛变成失眠，赶紧开刀。可是开刀要钱呢、开刀要保证金呢、你到医院去开刀，来保证金几万，先拿来交，才给你动刀啊。可是呢，这个寡妇带她的儿子一来，哇，那个医生说要开刀，这个寡妇两个脚皮皮抓，哎呀，因为没有钱。可是这个主内的这个医生他知道，他不管怎样也不拿什么保证金，救人家的救命第一，就赶快开刀。开完以后，哇，孩子感谢主，非常好，做顺利。结果呢，开完以后，最后要吃药啊，打针啊，要结账啊，哇，这个寡妇呢，啊，逃敌弟弟。但是这个医生知道，当他结账的时候，多少钱呢、这个护士说免费啊，哪里有免费？那么开刀不要钱啊？我们的医生呢，他知道你的需要，所以给你降给不要了。那药也要钱呢、药也不要钱，而且不止不要钱，医生还交代护士在药包里面呢。给他放100块，藏在药包里面。他知道这个寡妇啊很穷，晚上没有钱买米，他的米缸啊全部都没有了。他知道，他就给他藏100块，没有给他讲，藏在药包里面。他说：“你回去就马上要吃药，赶快消炎，让你的孩子赶快恢复更好。”哇，这个寡妇啊，有一个有爱心、有好行为的一个医生呢，听说是基督徒，听说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开刀不要钱，吃药不要钱呢、都去公告啊，就随走随传，到处宣扬有这样的一个好心人，感动整个乡村的人。一回到家，打开药，赶快给孩子吃，一拿这个，看到100块，老实讲，50年前100块哦，我当时给我爸爸妈妈要的是1毛钱哦，他100块哦，吓死了啊！可能这个护士啊，药包拿错了，这个是要找给别人的，因为他妈妈不认识字啊，所以就是说，人家开刀吃药都不要钱，这个一包这个100块，这个是别人的，我们要诚实。所以又打包走2个小时的路程，又把它送回医院去给医生。一回来以后，看到护士说：“护士啊，开刀不要钱，吃药不要钱，说感激不尽。可是呢，这个里面有100块啊，是别人的药，不是我的，所以我拿回来还你。”这个护士给我来说：“欧巴桑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医生。”要给你去买米的啦，要给你买米的啦。这个老太太，这个寡妇啊，天下哪里有这样行为爱心这样好的人？所以呢，他一面哭啊，一面到各乡啊，地里公狗有一个信耶稣的长老，是一个医生，拢免钱救济我。所以，因为这样的爱心的铺路。行为里外一致，影响很多人，有感动，有行动，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不必口传，行为表现出来的话，整个轰动宜人。不止这样哦，到了有一天，他感动，他成立一个叫做盲人重建院，专门收留视障的眼睛瞎眼的都来住在他这里，完全免费一个家如果有一个目睭切没，整个家族足艰苦的哦，要带哦，要给他换衣服哦，走路哦，足麻烦的。他呢建立一个叫盲人的重建院，收留所有的视障、眼睛瞎眼的人来这里住，一律免费。你看看，这种要花多少钱，都他自己私人所赚的一点钱，回馈
在社会感谢上帝，那么他的光明光照耀，很多的人受感动。结果这些所有来住的人免费，他还教他怎么按摩，给这些世上的人有一技之长，可以去活下去。你看晚上很晚的时候，你到宜兰你吹那个皮子，就是说瞎眼的在给人家服务按摩的。如果你需要一来那么1个小时500块，他得到1点500块，他就可以生活。用这样给世上的人有活下去的这样的，不要再自卑。他的爱心是这样，而且还教瞎眼的可以打乒乓球瞎眼可以打乒乓球，对，因为那个乒乓桌子他给他加一个四方的这个木板给他围住，那么都听乒乓球的声音，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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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远在这里跑来跑去，这样打乒乓球，还教这个瞎眼的可以骑脚踏车。譬如说我是瞎眼的，那后面来一个光明的坐在我后面，那么给我用这个拉右边，我就这个拉左边，在街上开个乒乓球，那其实是后面在遥控但是他就很高兴，我可以骑脚踏车。还有不识字的，他教他用手去摸字、读书，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因为他的爱心，所以整个宜兰县称他为南洋之父，又称为台湾的使怀者。哈利路亚！很多的因为他的行为高举基督，明光照耀，所以他就带领大概1000人的视障的朋友信耶稣。你看没有呢？就因为他的爱心，影响那么多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篇讲道。来，大家说，来。我们的行为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人家看到你就看到基督，闻到香味，哎呀，这个真的是光明正大，真正高举基督，一级棒，我们信，阿们，好不好？所以青年人，你的一举一动绝对不要去同流合污，我们要分别为圣，同流不合污，而且成为明光照耀，好行为。在检查的日子，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是我们大家互相勉励，要好好的把行为表现出来。在家里，我们孩子回到家里，帮忙爸爸妈妈，帮忙爸爸妈妈洗碗刷了去来地倒变扫，来地这样给爸爸妈妈。哎呀，我这个孩子真的会回馈。哎呀，不是在做淫狼真的是这样。孝顺父母不是嘴巴讲妈妈我爱你。刚才母亲节，但我爱你，过来没有母亲节都没这个就不行啊。所以只有父亲节，爸爸我爱你，他取的爱行为都表现不出来。我们孝顺父母要这种行为表现出来，不是只有那一天我来孝顺。我们基督徒要里外一致，把美好的见证表现出来，好不好？在家里有见证，在学校有见证，同学看到你。哎呀，这样的爱心，这样的服侍人，这样的是一个仆人，大家都没跟你做朋友。哎呀，到处都说这个人是第一，不止模范生，而且他是信耶稣的，我也要跟你信。阿们。所以就带全班来信耶稣，明光照耀。第3点。好，我们再来读这一节圣经，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速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的行为、讲的、做的，跟信耶稣的要不一样，让人家看到你真的是一个基督里面的香气，有耶稣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这个一生的这个见证呢，就是一篇讲道。你到哪里去，人家看到你好行为，就要信了耶稣，荣耀主的圣名。好，我们再看下面。好，再读这里。好，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的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定要符合我们所信的。阿们。好，再来第3点，讲到爱心。好，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精华。爱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好，我们再来读预备起。恨能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哪里有爱，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黑夜变白昼。教会有爱，团契有爱，家里有爱，学校有爱，公司有爱，因为你就把爱带到那边去，给人家看到你真正被你的爱心铺路，让人就引到耶稣的面前来。这个爱心呢，太重要，不是嘴巴讲而已啊！我受到很多基督徒对我的爱，我永远难忘。所以我今天会信耶稣。我从吃香灰拜拜的家庭，我来信耶稣。我要纪念有一位妈妈，教会里面的长老娘。因为我们以前是拜拜的，我小时候到教会来，爸爸妈妈拿藤条啊、钉条啊，讲呢，耶稣教死无人靠，教囡仔呢，你给他走去教会去背祖，那是信洋教，那是阿多啊啊，怎么可以去给我信洋教？讲呢，背叛祖宗，安尼给他贴标签，所以我从小到教会去啊，怕被打。可是我发现教会有爱。哎呀，那个主日学老师讲故事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参孙的故事、所罗门王的故事、大卫的故事，我最爱听故事的啊。以前我们到教会来都有发美国圣诞卡片，会闪闪发光，我拢摕去给同班同学电一个，这个是美国来的，会更抢棍，大家说啊，哪里拿的？我来电爱抢功，你看这是我有的，这个是从小要喜欢到教会，因为教会真的是找到爱。但是有一次，刚好我们长老会社教100周年，几年前了，你知道吗？差不多对不40几年前呢，社教100周年，前长老会大庆祝运动大会。当时我只有10多岁，而且呢，我喜欢什么？来教会打乒乓球，我喜欢打乒乓球，跟一个传道人打乒乓球，打到一半，一个弟兄说：“我们要去做礼拜了呢。”我说：“做礼拜是你们基督徒做礼拜，我这个没有信主的怎么可以进去呢？我这个罪人不能进教会啊！可是跟人家打乒乓球打一半，人家进去，我不进去，在那边做阿西马比赛就好了，就跟你去了。可是我坐在后面的，就这样等到礼拜完了以后再打。”来教堂是来教会是打乒乓球，但是没有关系，不管你用怎么样的动机，打乒乓球也好，学英文也好，喜欢吃糖果、吃饼干、玩宜兴节目，我都有，我拢5分，我都喜欢这样，因为以前家庭很穷。要吃到饼干嘛，不简单；要吃到圣诞糕是1年吃一摆，只有圣诞节才有呢。要吃红蛋，只有复活节才有呢。所以来教会就可以找到以前穷的真的是足可怜的了。但是呢，感谢主，我受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爱戴，我永远难忘。其中有一个长老娘，她不会讲道，她也不会没有什么口才，可是她的爱心呢，不是嘴巴讲的。我受他影响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因为要去参加这个100
周年的运动大会，我被选上教会代表打乒乓球。阿莲呢，哇，我们是外邦人，到教会被选上，好像青年当中你这少年呢？你的代表我们嘉南长老会到总会去打乒乓球，你看你有欢喜不？很高兴不得了。可是呢，要去的时候呢，没有钱啊。我给爸爸要是1毛钱呢，可是去参加都要报名，都要偌济钱呢。这个长老娘我永远难忘。他说：来，你会打球，你很可爱你们家你来教会都被爸爸妈妈那个没有关系，上帝爱你，来。长老娘给你去报名，一拿起来50块，我拱起一生最大张的就是50块，因为我要的是1毛一角，讲爸爸妈妈偷1角2角呢，他50块给你，让我到台南长隆中学去参加打乒乓球跟打篮球，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当时我的个子最矮，可是我很刁钻。我打篮球，我都练苦功练跳绳，因为个子矮要练跳绳，要弹性要好。我练到这个跳绳一过去跳1拜绳子过3拜，跪3拜，怎么样？啾3拜那啾是2次而已了2次很简单，啾起来啾，这个弹性练到这样，而且那个个子高的人要打我火锅打不到，我会闪，啪就停。马上就把他投篮，他们打我火锅打不到，我就是因为打篮球跟乒乓球是我最爱。明天要起考，管他的，下大雨叫熊怕，你可看看。所以实在是咔嚓真的是不要命的。我篮球是我的最爱，跟乒乓球就是这样喜欢，就到教会来，结果那50块钱影响我，带到去那边看到一个大场面，100周年。我一打篮球一下去看到一个美国人皮落的嘟那个脚毛多长呢？我一站刚好在他的这里，我要这样看呢，结果他们我们那时候的教练跟我说，我跟你讲用小动作，你给他尬起功夫，如果那个高个子给他揪他的脚毛，一抽他一定就那个。结果那个好大我刚起来给你扭起来这个以前都还没有信耶稣了，但是到教会来，可是呢很多人都教那些撇步结果我在那边参加的那几个人当中，没有想到那一群的青年很多人当牧师我也信了耶稣，我最后全时间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最后我也参加青年归主，我就成立青年归主篮球队，叫做归主篮球队。现在在读经会创办真爱篮球队，把那个国家的国手教练请来，带领青少年去传福音。我到金门跟金钟打篮球，跟金门的那个大学跟金黄部打篮球，以球会友传福音。阿们。所以音乐跟运动是世界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音乐运动聊下去，到底带很多人来信耶稣。阿们。尤其像我这样的好动的你看，我想当歌星，我就是因为来教会参加诗班，练的诗班是天哪，没有想到上帝都给我预备好了。我就是因为来教会也唱诗班，唱完以后去参加歌唱比赛，第一次全乡第1名。过来打到县又县第1名，打到神就可以当歌星了。那时候我跟我打对台的是汤兰花，听过吗？我看你们才知道了恁这拢少年拢不知道，我这 LKK 在怎样上面都汤兰花了。汤兰花那个时候一朵花18岁，很会唱歌又漂亮。她是无缝乡的人，安乐口作水。他一上去唱《夜满西楼》，做轰动他当场就被选上当歌星，我呢隔天就被调去当兵，所以我就没有当歌星，所以一世人做万堂呢。人家当歌星我呢叫去李光头新兵日记底下的121很紧赶扣了。但是呢，感谢上帝，上帝有他的美意。我金钟
调到金门，我到金门的教会就去参加聚会。退伍以后，我做事业，感谢主，上帝就给我在事业当中得救信耶稣。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后悔太慢信，白占土地，浪费青春20多年。所以我说主啊，过去给魔鬼霸占去的，同流合污，失去的，我现在靠耶稣加利息抢回来，趁着白日都做主公，黑夜将到就不能做工了。所以啊，感谢主，我从那一天决志信耶稣，向后转啊，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以前是世界，是往下沉沦，现在因着耶稣往上提升，活出生命的色彩，让你人生的下半场比上半场打得更精彩。阿们。因为有这位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在我们